轻蔑哈，感觉这个情绪好像比较复杂，比较难哦。那个什么惊讶的话，对，从惊讶开始。马子吉，马子吉，这吉，这吉。哦，这个吗？哦，这吉。这吉的，这吉的。惊讶的意思，被吓到的意思吗？也对呀。哦 ，OK。还有一个是老师这个句子你造句的话会怎么造？是 mazgef nuwawa gugawa 这样对吗？mazgef nugawa 不够，mazgef nuwazu gurawawa 要加个八哦 ，mazgef。被狗吓到啊，被狗nuwawa nuwazu gurawawa 这样子哈。啊，如果我直接用 mazgef 造句怎么造 ？mazgef nuwawa gagu 哦。是mazgef gagu 我吓到了。哦 mazgef gagu 这样就好了。哎呀，就好了。哦。mazgef gagu 那样。刚刚走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车子经过，让我吓一跳啊！这样。哦。对呀，mazgef 啦。它不是被动，它就是如果我吓到，直接说 mazgef gagu 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哦 mazgef gurawawa 可以哈。mazgef 也可以呢。这 cook 老师等我一下。cook。mazgef 有一种说法哈，也就是说，哎，naon gurakat mazgef la guawa 啊，比如说那个婴儿啊，我们走路的时候点啊 mazgef la guawa 这样。哦，小朋友他是就被脚步声吓到这样子。对对，naon gurakat gurawawa 这样子。好，那这个字这样。好，刚刚小白老师讲的另外一个字我查到了哈 ，mazgef。对呀，吃惊了。老师你要不要造个句子啊？这个怎么用？以来不可能看到的人，突然看到的时候，比如说我女儿，对不对？突然跑回来，她不应该是这个时候回来的。哎呀，哎呦，这样。哦，是吃惊，这个比较像是那个惊喜的感觉，是不是？比较很惊讶啦，惊奇啊。哦，他这个有感到有恐惧吗？这边有恐惧呢。这个不会讲到比如说女儿回来，可能不会讲说用这种的了。把嘎的话，就是有一点就是惊喜了。把嘎是惊喜，如果是嘎和嘎，那如果是关中老师讲的那个把子cook是对突然被吓到的那个情境啊。哦，所以刚刚那个mazgef是比较是突然被吓到的哈。是。比如说那个，有些时候会有人会说啊，把这顾客都跟伊拉那边说，有时候有的人会这样说了。但是嘎巴干是一种惊喜，嘎巴干是惊喜的。巴和嘎，巴和嘎。也是惊讶、惊奇，很奇怪，不应该看到的就看到了，这样。老师，你们再拼一次看看哦，怎么念？发和嘎，嘎，逗点看看。惊异，
惊讶、惊奇。这老师这个怎么用？这个是才有惊喜的感觉，是不是？也应该是啦。哦，那我只能讲，我只能叙述说，哎，这个时候回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回来呀，这样。就把它干用这个字哈，就很惊讶、很惊奇呀，有惊喜的意味，就对了。对，那个像那个子国啊，子国这样，比如说我讲一个情境，一个小孩子在躲迷藏的时候啊，就一个转角的地方，他躲在那边，对不对？然后这个要抓人的那个做鬼的那个小朋友经过那边的时候，他突然就叫一声，这样让他吓到，这样。马子国还是马子国？哎呀，把子国就是用那个躲在旁边吓人家啦。哎，也对了。哎，我刚刚看到那个书写好像有放句子，是不是？发喝嘎不嘟槟榔案你数，我是偏对啊，我非常尽情的表现呐，你的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这样。我对你的表现很惊讶，就是他表现的超出一般人的预期，就会用这个字。对。发喝嘎。其实那个中文讲来讲去都很像哦，那个可能就要请那个老师你们来解释，因为有录影嘛，所以到时候大家会知道这个字怎么用。好，对啊。还有吗？还有经验。马沙巴，沙巴。你们他们的话，马沙巴个锅，这样，就那的马给说这样。马沙是不是这个赞赏？马沙是这个字吗？钦佩赞赏的意思吗？应该哈。有没有红色音？马沙巴，佩服哦，应该是佩服吗？对，他这个是佩服哎。马沙巴就是赞赏、钦佩跟敬慕，这个感觉好像没有跟那个惊奇的、惊讶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哈。马斯克还有叫老师，我问一下，这个马沙巴它是不是跟爱慕有关系，跟喜欢有关系吗？好像应该没有，也跟喜欢没有关系哦，跟爱的感觉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所以它也不是上面这一类的。对。快乐也不是嘛？大部分都是好像是在赞扬、称赞呐。对，你特别厉害哦，马萨巴哥都比人说这样。有时候他会讲说，马萨巴哥，我实在讲不通，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这样。老师，不然因为我这个字感觉好像也有一点点的情绪，对不对？我把它归在那个什么爱的那个态度里面，可以吗？马萨巴，暂时啦。好。因为好像其他的比较，我们先暂时放在这边。所以老师，我把那个马沙巴，我把它翻成爱慕，可以吗？钦佩，应该是属于赞赏这边哦。赞赏 ，OK， 好。对。就老师，你的那个语感比较像中文的赞赏嘛，对不对？对。钦佩、赞赏这样子，对不对？对。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会有这个实力这样啊。
哦哦，他的意思就是他跑起来不会，平常练习都怪怪的，今天比赛结果成绩让我吓一跳，有那种样子了。 ，OK，赞马萨赏，巴，嗯，嗯，因为他这个应该不是惊讶的相关的词汇哈，不是哈，对对对， OK，马萨巴，那我们就把它归到那个比较是爱的态度的那种那个分类，嗯，哦，上一个。还有什么？现场如果有人会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哦。后面的好像这种情绪比较难，对啊。还有其他的部落哦，不知道有没有你们部落怎么讲哦？惊讶部分这个，因为我们是用国语来帮阿美语啦，比较那个比较不好，需要大家的协助啊，好，我看到那个苏贤有在讯息栏写一个马格贝尔，老师你有听过吗？马格贝尔没有呢，对，我是没有，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有人知道这是哪一个地方的方言别吗？马格贝尔，马格贝尔，对，嗯，马格贝尔，老师你那边没有听过这个话哦？我没有呢。马格德尔才有啊，生气啊。老师有，你看马哦，格贝尔，马格贝尔有没有？吃惊吓一跳。不知道哪里的话哦。现有场有人没有人听？现场有没有人听过这句？对，是属于哪一个部落的话？可能大家也没有听过，大家都不好意思讲话哦。这个词没有汇都蛮关系，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不会打分数哦。对。没有，马格贝尔，我们就我看一哎呀，下他的累了，我才做了那么说了，那在马格贝尔，马格贝尔，对他的意思，我们看那个蔡中涵的字典哦，跟马泽 Cook 是一样的意思哦，他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马格贝尔，贝尔，对。好，我们先存哦，把这句话给它存起来哦。好，先存。我觉得那应该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的话，对，圣经里面的。因为这个个比较深，我觉得应该我们通常在就生活上，我们都会讲说马格德尔。对，马格贝尔那应该是圣经里面的马格贝尔。我懂你的意思。对，就是格德是比较白话的。对对对对对。你讲的是这个嘛，对不对？对，所以比较那个，就是说比较文绉绉的讲法，就会用马格贝尔。对对。如果口语的话，会用马格德尔，是这个意思吗？对。所以这个话是比较是圣经里面的。那阿力克老师，你这个要怎么造句啊？如果是你讲一个句子，它要怎么造？哪一个？这个马格贝尔。马格贝尔。说了马格德莱，是。我只是对呀。那个小孩子啊，讲一下就生气了，这意思是这样啊？是这个意思吗？马格贝尔是这个，就讲一下就生气的意思，是不是？有的叫嘛，不夜嘛，对不对？不夜有生气哦。那个阿力克，你看脑上面有那个生气的字，不夜是吗？是不是？这个你看，不夜，对啊，不夜马音，对对，音哎马音啊，对。
还有马德里，对啊，生气，这个是比较生气的。我们现在是跟生气比较没有直接哦，是比较像是惊讶，受到惊讶，那个就是感到讶异，感到惊讶。对，像那个刚刚那个马里盖老师讲说，binaan tu rakat maskukau ku wawa 讲小朋友在睡觉，可是我们不会讲说 binaan，我们说 hamarahan ku rakat 这样子。什么 hamarahan 对，脚步轻轻，对对。我们没有讲说 binaan，像刚刚小白老师讲的，kat maskuk 这样我们不会讲，我们 katkukan 把它发就是突然有人回来，不是吗？没有告知，然后就现身在你面前，我们都会讲“嘎子咕嘎嘛迪奥嘎瓦”这样子。令人我们的叫嘎子咕嘎，没有叫马子咕干，不是马子咕这样子。用嘎子咕干，对，那个语气就不一样啊。嘎子咕干哪里来？是不是那个阿力克老师？你会翻成令谁惊讶？是不是？哪一个？对，嘎子咕干你会翻成令谁惊讶？你就突然就回来，也不告知一下，嘎子咕干这样子。那我知道。对对对对，以上。感谢。不会。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法卡一样嘛。哎呦，对，法卡，对呀，法卡，哎，惊奇，有一点，你对了。同一那个，刚刚阿力克老师讲那个嘎子咕干就同一个字根嘛，哈。对，这是啊，对。这说法是你用那个嘎子咕干这样子，哈。对，有吓到。好，还有没有？这个惊讶好像比较难联想哦。阿美族可能比较不怕东西的，所以不容易被吓到了，所以惊吓的字比较少。大部分在讥笑别人的长得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会说：“哎呦，古拉叔叔，你的嘎吱咕干这样。”嘎吱咕干，他真的会吓死人哦！这样，他的样子就是被他的长相吓到了啦。可以这么说。哎呀，就是个这个金，应该是这么说吧？应该。OK， 还有吗？小白老师，你还想得到其他的吗？有，还有什么？惊讶。老师，如果你那个什么，就是说那个突然那个什么打雷啦，就是那个大自然的现象啊，突然吓到了那个，是用哪个字？有的是马吉吉咯，也是一样哦。马吉吉咯，那个是哎呦，怎么突然有声音这样，吓一跳这样啊？哎呀。这个跟好像那个折骨的话比较有那个人为的那个动作啦。如果这个的话是很突然的那种，都不知道样子的，就突然就马吉来，然后之后的话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笑一笑，然后吓一跳这样。这个。跟那个 cook 的那个应该是差别吧？老师，我看到一个字了，这个一样啊，一样同一个字。这个，那这样子这个字比较少，那没关系。老师，那我们如果字比较少等一下如果有想到，我们再回来写就好了。可以啊。那我们再往下厌恶。比列，老师等我一下我把它调到编辑模式。老师，你再念一遍。比列，不要了，比列，比列，逗点，有红色音哦。看看。是吗？比列，不要啊。
比怎么列，拼？我们看比例 LIPILI 逗点看看。哦，这个哦，挑剔是不是？哦，这个啦，我看到了。老师，你讲的是这个字哈，马比比列，对，啊，嫌弃呀、厌恶啊，哦，嫌弃厌恶哦。对，老师，你可不可以造个句子说这个常常什么时候用？就像那个棉花，就这样很讨厌看到我嘛，比列个你你能你能比说你那这样。你这个时候讲名花会录进去哦，要不要讲别的？没有啊，这个就嫌弃啊，这样啊，这个比较直接啊，生活老师，如化果说我在街上看到流浪汉，我会用马比列嘎孤独的流浪汉，会这样讲吗？啊。杜拉当老，你不能讲说嘛，流浪汉呐、啊，噶乞丐很难那个啦，噶乞丐是那个乞丐嘛。如啊，果他是穿的破破烂烂的话，大部分都嘛比那个面的能杜拉啊当老这样。哦，是所以这个跟中文的意思很接近嘛，就是很厌恶某一个事情，就用这个字，对不对对啊。？OK OK，Apili kako ni lemak tu na tatayalan 这样，我非常的嗯，讨厌做这件事情，这样啊。哦，哎呀，Apili 还有什么？哦，各位同学还有很难，这个比建较难，议一下？哎越来越难了。，Apili 厌啊，Apili 老师那个嫌弃啊，你会不会？就是我会嫌弃这样子。那个嫌弃的话，我就觉得比较内敛一点的就形容词。比如说那个，我们中文不是会有那个糟糠之妻吗？就是会嫌弃那个老婆糟糠之妻，也是用比列吗？还是用别的字？对呀，应该是同样的 Apili。字哦，嗯哦，同样也是这个字哦。嗯，不是用什么？应该还有啊，马啊，对，还这个，那个有一点讨马这个这个哦，这这个，个哦，啊这个哦这个嗯，字哦，哎，感到厌恶、恶心哦，这个字要不要造个句子？什么时候用？应该是像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觉得脏脏的哈。哦，看到嗯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觉得不想碰的感觉那种。对对对对对，那恶心啊，很讨厌啊，这样这个，比如说看到食物麻这个也可以吗？嗯，不喜欢的食小白老小白你老师就可以吗？是比较不怎么那个啦。如果说勉强的讲说，甚至于在对话的时候就，我非常的讨厌这种东西，这样这个货这样哆啦嘎嘎嫩这样哦，啊，对啊，好像煮的很不好吃啊。所以这也是可以用到那个吃的东西嘛。他不讲吃啊，哦，问题，所以他用那种这个来来那来描个马啊，我可以插嘴吗？老可师以可以随时都可以这个好插嘴。像恶心、呕吐那种呕心呐、那个哦，恶心啊。恶心，对，下面那个所以那个恶心，秀兰老师，你觉得像我们坐公车想要吐的话，就是这是用这个字吗？不是哦，某代马虎大。吐啊。有的是行为，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说话方式，我们就会讲说，马这个我读，马这个哦，你读书啊，你书，我懂，就是不喜欢他的那个整个对对对那个对，感觉哦，我懂。这个这里我讲一下哈，讨厌、厌恶、马偶谢、我信哈那个这个字对，我
我觉得马欧西应该是挑剔。马欧西是讨厌。哦，好。对啊，我背的那个单字好像它比较偏讨厌。哦，讨厌马欧西。哎，我是不是拼错了？马欧马欧西，看一下这个字，对，是这个字没有错嘛？嫌弃啊，计较啊，有没有？哦，他怎么没有用吗？欧西也应可以。该有吗？应该有这个字典没有呢？你看，所以那个马里盖老师那个字根是这个字没有错，这个偶系是不是跟那个算术的那个是同一个字？对，错，哦，有了，我看到了，马欧西，讨厌嘛。对，这个字我们就是那个阿美族的初学者都会背这个字啊，这个比较熟。是，一般都那马里盖是讲老师，我们这个毛系这个字会比较常用在什么？是对人吗？还是对东西？对人、对事、对都可以。对物。所以毛系是比较普遍的用法嘛？讨厌这样子。没有错。OK， 我讨厌那个人说嘛，我西嘎古杜拉单票，就是这样用，对不对？如果你说马这个古米杜拉单票这样，你就感觉那个马这的那个对他的那个污秽，对他的污秽。哦，我懂，马这就是有点污秽，对这个人感觉到很不舒服、很恶心的感觉啦。是。那马戏有可能是因为说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就可能是那个讨人厌，很凶，或者是他怎么样，但是不一定恶心呐，对不对？对他的行为，我们或者言语直指啊，我觉得我不喜欢这种人的话，搞西安跟他当不到这样。哦，我知道，搞西安令人讨厌的。所以他这个讨厌应该是说，就是一种正常的讨厌呐，跟那个马这有一点不一样。马这可能是对那个东西，就是可能他的穿着、他的说话方式或他的行为，感觉到有一点就是反感的，跟讨厌可能不一样哦。不一样。对，那这样就比较厘清了。这个我看不要写讨厌，不然会混淆。这样子。我觉得像那个我系这边的话，应该是算是那个有一点是挑剔的意思。挑剔，哦，所以老师你们那边讲我系的话，就是有一点点对这个人就是，老师你讲的挑剔是用高标准在看一个人，然后你会说，老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讲一个意见。比如说那个小姐，对不对？以前那个要找男朋友嘛，对不对？她不会在话里边说你呀啊。后来爸爸妈妈说，他听他的样子啊，看他的样子啊，会讲说毛戏搞笑那怎么着这样。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挑女婿或者是挑媳妇的时候，长辈会对那个要挑的对象会用搞西安那搞西安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有那种挑剔的感觉，对不对？有一点那个样子了。这个会用在他们这个对谈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挑他挑他的个人的这个品格的味道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武戏的马武戏。对。这个武戏反倒是有标准在那边，
你未达标的可能就会被感到讨厌这样子哦。它有这个功能吗？这个词有一点呢，有一点呢。对，但是很少在用这种言辞了，但是会在很特定的那个状态之下，会用这个词汇。OK， 那这我了解了。因为对，就像那个马里盖老师讲的，他不会直接这样子讲，我们会讲说在个伊马达努马古，或者是在个伊法罗转努马古，我们不会直白说马欧西嘎古这样子。哦，我们不会看在眼里，不放在心里的意思就是不喜欢等于不喜欢。可是小白老师他们就比较直白，就说马欧西这样子，就像对。没有应该说阿美族是很有风趣的人，所以说话比较有一点知识了，对，会让讨厌人的。小白老师，你们恒春阿美的比较直白啦。对啊。怎么感觉很像海岸性的应该比较直才对啊？还有没有？我这里也有一个哈。好，老师你说。海明哈，挑剔呀，也可以用在吃的东西。可以啊。吃的东西。老师，你是说马阿这还是马乌西？不是马乌西，马乌西，马乌西嘎古格曼迪呢？弟弟，哈，我不喜欢吃这个，我很挑剔。哦，我懂，所以它这个本身也可以对吃的部分，那也是可以讲挑剔。可以，那这样子理解了。所以这个偶系，它可以在人的行为、物的这个物体的这个形状，还有那个吃的，对，吃的，作为这个意表了。所以它这个也可以啊，穿着也很挑剔呀。对，穿着也是。它这个感觉就是它比较广泛的被使用了。广泛。对，大部分这些机会比较多了，对。因为大部分在对话的时候很少用到这些哈，都会做马比列嘎锅，或是马这嘎锅，还是什么这样子讲的。所以马欧系的话比较很特别的时候，就会针对的那个一条。好，那这样偶系我们大家就这个字的话，它的用途比较广泛，跟那个这个还有那个比例的用法就那个比较有局限性嘛。好，还有没有老师？你们再想想看，你们这一次想的比较慢哦，比较难哦。阿美族乐观天性哦，天性乐观，不太会讨厌别人呢。对呀。我字典有查一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我看到了。马阿浪，老师你们有听过吗？有。这个马阿浪就是，怎么讲那个？怎么讲啊？怎么用？那个亲，什么时候用？我不喜欢这个人进来了，马浪他过，不要进来我的家了，这样。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像比如说部落里面有一些那个什么，就是可能那个爱喝酒的哦，爱喝对，爱喝酒的，看到马浪个都拿点点当刀这样。我讨厌这种人，马浪个不让他进来这样。阿嘎嘎带你一定你这样子。对，就嫌弃。所以其他的老师也是有这个阿浪这个字也有这个一样的意思吗？我这边也有一个我的是讲马拉浪。马浪。马拉浪就是小孩子在这边玩哦，你们去那边玩，这边不要在这边玩，就是很讨厌他们在这边玩的意思。马拉浪。nam M nam
怎么好像吃早餐？马拉马拉浪哦，L 哦，浪马哦，拉浪，L 吼，马拉浪，有，那个秀兰老师，你讲的是这个字吗？对，这个吗？马拉浪，哎，哦，对，令人烦。那个秀兰老师，你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小孩子让人家觉得很吵的感觉，就是用这个字。马拉浪个多哇这样子。哦，哎，这个是只有用在人的身上嘛？对，马拉浪。对。马拉浪卡古顿啊，干嘛哎？就我真的很讨厌这些小孩子在这边玩。哦，马拉浪。时候也可以说马拉浪了。好，那我们那个这个拉浪感觉好像大家都有那个刚刚苏贤提到这个阿浪呢，这个怎么感觉跟拉浪是同样的意思吗？有不知道呢，有一点样子呢，对，嫌弃没有错，马浪个过去，马浪，有呢，有这个字。那这个阿浪什么时候用这个字比较多？比如说，我对有这个嫌弃人的那个嫌弃人的情况啊。假设说，那个马里克老师，你的语感里面，他会是嫌弃他的财富，就是很穷，还是嫌弃他的外观，还是都可以？都可以。哦，对，这个是普遍的用法，就反正就是很嫌弃，就可以用这个字。它跟那个又不一样哦，跟那个刚刚的那个讨厌的那个毛线不一样哦。他这个马里克老师，这个嫌弃有没有鄙视的意味？鄙视的哦，有鄙视的意味啊，就是说瞧不起的意思，是不是？对，有瞧不起的。哦，那这样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那个毛线还不会达到那种马浪是非常的已经要唾弃了啦。哦，就用唾弃更贴近这个马浪的概念，是不是？对。那对呀，用唾弃了。用嫌弃是对的啦，嫌弃是他的正原来的意思哦。没关系，因为老师太多嫌弃的话，我们这样背不起来了。我把它背唾弃比较有根，因为上面也有嫌弃啊，那么多嫌弃背不起来。所以老师，你刚刚的解释是马阿浪，它是一个程度上比那个马武系更强调的意思，对不对？对，马武系呢是比较很普遍可以看得到的，单纯的讨厌别人嘛，对不对？马阿浪讲了，就完全已经不想要那个了，不想要再提了，已经唾弃的那个人了，就是他已经喝酒，已经是酒鬼了，不想理他了啦，这样子。对。所以老师，我举个例子，你比较看看，如果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的男朋友吸毒嘛，吸毒到最后他已经不想理他了，是不是就是马阿浪？阿浪案。哦，那就是阿浪嘛，用这个字根，对不对？阿浪案，对。OK， 那这样就比较可以理解了。所以你说马武系还不一定会离开那个男的嘛？但是马阿浪就是准备要离开那个男的，对不对？马武系还会有一点接受了，马武系。如果是我们的话，那个人真的是就是酒鬼。刚刚你讲的，我们就讲说，妈妈发，
妈妈巴拉，妈妈巴拉，古尼娜阿甘烧，就是要背可以用这个妈妈阿浪，古尼娜甘烧一样的意思。哦，跟那个阿浪的那个妈妈巴拉的意思跟那个的感觉啦。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对，所以可是我们平常都讲说准备要被丢的，就是妈妈巴拉。哦，比较深的就用那个马拉阿浪这样，马阿浪，马阿浪。所以那个是 A 跟 L 是中缀吗？L 本身就是那个字，那个阿浪本身是字根呐。对，哦，它这个阿浪是字根，它的前缀是用妈啦，它这个是妈型的。哦，马阿浪，可是你再转换成刚刚那个，你怎么看到说马阿浪？像我们那对，下面这个，下面这个，你说这个马拉浪是不是？哦，这个还没有哦，看错了，没有，这个是那个秀兰老师刚提出来的是那个小朋友那个吵到让人家很讨厌的。对，拉浪，对，马拉浪。这样你们这样说明，这样这个阿浪这个字，我们就有点理解了。它就是比较贴近那个瞧不起、嫌弃、唾弃的程度了。就妈妈发辣一样的意思。对，妈妈发辣，妈妈阿浪，对，唾弃、瞧不起，准备要丢到那个垃圾车要回收了，丢掉了。那个还要回收吗？那个？像我们那边。像我们那边的说法就是，嘎啷啷古那当招这样啊，对，嘎啷啷就是令人唾弃的嘛。对啦，嘎啷啷古那当招。如果说他那个法给爱喝酒，对不对？要去我的家的时候，我们那个认识他的亲戚都会说，嘎啷啷古那当招，你不还最好不要请他来这样。哦，就对啊，这样老师你们这样解释就很贴近这个阿浪的意思了，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错了，对，很被人嫌弃的，对，没有错，因为行为不端呐，或者穿着不好啊，什么好像很不对时间呐，然后常常是跳针啊，让他就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嘎啷啷我那当到，你都嘎啷啷我那当到，这样又来了。那个阿浪的那个样子，还有没有？应该大家很清楚，还有没有？对啊，讲到昂耶。马里克老师，你刚有念什么字？昂耶，昂耶。昂耶，安，我有没有拼错啊？前面要加一个喉声音，然后ANGI。哦，对，我知道了。有没有这个？刚刚有没有讲到这个？没有。昂耶。这个字是不是？我看对，恐惧感、害怕啊，对。昂耶哦，昂耶，害怕哦。所以我们用妈可以哦，妈昂耶是没错哦，用妈可以，害怕昂耶。这个怎么感觉是害怕？这个跟厌恶有关系吗？好像没有跟哪个？跟厌恶有关系吗？不是，你这个是现在讲的是哪一个？是厌恶。厌恶的部分了。好。对，没有关系，老师，我把你这个字贴到那个前面哦。我们前面有害怕，我看有没有重叠。有没有重叠？恐惧这个地方。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叫没有啊，老师，我把你这个字加进去，没有这个字，刚好。
小白老师，你等一下哦，你那个字等一下再讲一遍，我先把这个贴上去，因为他刚好讲到跟我们前面的那个害怕的有这个字没有吗？昂耶好像没有，看一下，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是你们是讲那个鸡昂耶，昂耶害怕，对，你们当时有讲嘛？你们用鸡，哦，对，有讲过了啦。但是有讲过哈。对，有讲过了，所以这个还好，那这个不用了，没关系。哦，所以你们有讲过，可能你们忘记了。好，那我们继续哈。小白老师，你刚刚讲那个什么字，你再讲一遍。没有哈。等一下，我没有，可能我没有拼对。特，老师怎么拼？NGA NGA 哦，NGA， 然后 NGENT， 这个没有哈，好像没有呢，好像没有哎。老师，你这个因为那个老人家就已经喝醉了，然后他讲酒话，其实他就骂他的小孩啊，其实很像是说，我那时候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没有用的意思啦。所以老师，你说那个那是没有用的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在当时的理解，我是这么认为啦。其实好像我用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它是卷卷的意思。有呢，老师有，刚刚你讲那个没错，它本来就是那个呢。老师，你是不是要讲这个是卷毛？应该吧，那时候那个老太太啊，在骂她的小孩子啊，因为那个老太太喝酒醉啊，她说就骂给说啊你那个我你那，对，那时候我就在想，奇怪什么意思？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老师，你们以前的那个卷头发有引申成那个吗？就是很难搞的意思，或者是很讨厌的意思吗？对，有吗？有一点那个难搞的意思啦，很难搞清楚这个小孩子到底是。所以你用那个卷发卷毛去引申这个意思，是不是？应该是，其他的，我想问其他的老师哦，或在场的有人部落有用这个去引申成那个讨厌的意思吗？各位同学讲话哦。这个我有听过了，但是我的理解也大致上是这样子，然后有一点是对这个人很没有法子了啦。哦，就他很难搞，是不是？对，是这样啊。已经没有，就他的毛一样卷的啦，就是很难搞，是不是？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人的啦。一说这样。没有用还是怎么？我就那时候一直在想，他是什么意思？你很难搞的。所以我们就说阿美族人说你卷毛嘞，就是你很难搞的意思，这样。很难吧？应该是的，老人家可能他有他的。您我讲一下，像我们平常像我们聊天的时候啊，他讲话就是不切实际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屁啦的意思。你讲话屁啦，就是不切实际，我们会这样子讲话。我懂你的意思，这句话可以这样讲啊，对，不切实际，
有，对，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拐弯抹角啦，因为他跟他就是卷毛啊，弯来弯去的。对，所以我们阿美族以前对卷发是有偏见的哦，我们的头发都不卷嘛，都是直的就对了。可能是。我说这个是真的很特别的，你看连字典蔡宗涵的字典，他也没有这样的解释呢，完全没有，所以就是只有会引申出来这个意思就对了。哦，谢谢淑珍老师哦，刚刚是淑珍老师嘛。所以我们归纳一下哈，这个 anget 就是说它原来的意思是卷发。我们有人引申成难搞，有的是引申成不切实际这样子。OK， 好，昂个还是昂个？我如果字典的话是这样子拼呢，是啊，它好像还有一个啊个，可是这里要讲的了，不能的了。所以没有那个啊，是不是？没有啊。那个这个有问题。这个是卷毛没有错，然后刚刚讲的那个我们家的老人家说是疯子。疯子是疯子的那个疯子。哎，我再讲一遍，你的声音没有听到，你是说疯子吗？是不是神经病的那个疯子？哦，可能声音跑掉了。这个是的，对不对？是卷毛，没错。对。可是我家的老人家是说疯子。疯子哈，那对，应该没有前面那个啊没有的哦。还有对了，那这样，那我们刚刚错怪那个卷毛了啦。对了，没有那个啊了。好，我想问一下哈，请问其他部落哈，那个那有疯子、神经病的意思吗？应该是有这个意思啦，你神经病啊，你疯子啊，笑呀，什么意思啊？所以你看，还好有那个旁边有老人家很重要呢。这个字应该是族语已经很会的才会知道这个字啊。所以这个那就是我们说是疯子嘛。所以刚刚有提到有难搞、不切实际，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衍生出来的。对，没有错。对，这样可以了。我捡到一个新的字哦。对，这个很深嘞。恭喜大家，恭喜大家。技术这样，来，老师，小白老师，你造个句子，这个要怎么造？技术这样哦。对啊，因为要加妈要加妈妈不用哦。不用啊，好啊，都可以说技术这样哦，就骂小孩子的时候。因为那个妈妈在讲的时候啊，是喝酒醉了，然后那个小孩骂那个他的小孩啊，技术，小孩子骂妈妈是不是？哎呀，骂自己的小孩，就是那个已经酒醉了，疯疯癫癫的那种技术这样子。对呀。哦，那我懂了。就是说，如果是别人的妈妈，就是古音啊一束这样，你的妈妈神经病这样。不会这样讲吗？不会这样讲哦。不会讲别人的妈妈，马新基爱讲，挺多。所以老师，那你刚刚讲一个字马新基爱，是不是就等于差不多呢。差不多哦。哦，那这样。可是那个用来骂人的哦。骂人的哦，他是直接讲对方是疯子嘛？大概是这样。OK， 没关系，
这个字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两个这里不代表着说他这个人是疯子了，像疯子了，是不是？类似当疯子，他只是在骂那个叙述他的小孩，疯疯癫癫呢？也不是啦，就在骂他的小孩，真的不听话，像疯子吗？还是什么吗？这样。所以我聆听一下，他不是真的骂他疯子，是像疯子一样，是不是？哦，这样比较适合了。对了，对，好，可以了。老师，我们先到这边哦。这个字这样子应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还有吗？各位同学还有吗？讲话哦，对不对？我们就讨论哦，越来越讨论。对呀，对啊，真的没有找不到这个字。好，还有没有？惊讶嘛，这个这 get 有了吗？这个有啊，第一个。老师，我们一般小孩子被吓到，大人被吓到，都是用一样的字哦，没有分别哦。对，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个人引发的那种吓跳、吓一跳那种的，然后这个的话就好像是被别人吓到的。哦，对了，没错啊。他那个，因为他那个妈好像有时候是被动的。对呀。对，你说马吉布就是被吓到的。这边有没有那个咖喱哈纳湾？有没有？咖喱哈纳湾，里哈闹，里哈闹，LIHAN。有这边有那个令人忧虑。老师，你讲的是这个意思吗？对，头晕是不是？哦，有嘞，老师你看，头晕、恐惧、不安、惧怕。里哈闹，对。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时候用？比如说那个晚上走在黑夜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走在那个黑漆漆的巷子，就用这个字，是不是？老师，你这个是那个呢？害怕。有一点恐惧，我们把它送回去哦。前面好像没有讨论到这个字，恐惧的地方，我看一下有没有。很闹，有嘞，老师有啦。有。他这个你们上次讨论的是咖喱很闹，是惧高症。对，这个如果在那个要起，但是里哈闹不是不一样哦。LIHAN 不一样哦，它这个是很闹，是巨高的哦。里很闹是巨高的意思哦。里很闹，我看一下。老师，可是他们的字根好像是同一个字呢。可能是。李恒闹因为你这个是惧高症嘛，特别是放在惧高症的嘛，发李恒闹，对不对？那老师，你刚刚讲那个马里恒闹，主要是那个害怕，不一定是惧高症，对不对？没有，因为我重新讲。里哈闹 HA， 哈，老师等一下，你是哈是不是？不是喝哦。对，等一下啊。有嘞，有啦，里哈闹有啦。可是他好像跟这个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老师你说里哈闹你怎么翻？
害怕。有一点恐慌的那个情况啊。我懂，就是你刚形容在那个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巷子里面哦。把你喊到啊，你就看到那个鬼影的。鬼影。那应该是说那个什么，手脚毛毛的啦，感觉。手脚毛。那个很惊悚的那个感觉了，惊悚。哦，我知道，就是那个毛骨悚然呐。毛骨悚然的那个你喊到，可是，我们的毛骨悚然叫马兹嘎古发诺这样子。马兹嘎古夫对呀，怒发冲冠。我看一下有没有，好像有呢。阿力克老师，你再念一遍，妈什么？哪一个？妈头发起来了，哪里？但是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啊，你讲的毛骨悚然，老人家会，你讲的海岸都讲话就很直白，嘎萨古拉，翻了这样子，那个毛整个就竖起来。所以他是用描述的哈，他本身没有那个意思。有他有马兹嘎克就是整个头发竖起来了。对。他这个本身是描述那个情境，但是他本身没有那个恐惧的意思嘛，对不对？刚刚马里卡老师讲，我们会讲说我们坐云霄飞车，我们也会讲说巴里汉闹个米卡的云霄飞车，我们就会用这个。巨高的时候了，巨高的时候。怕巨高了，巴里很闹。对，没有错，巴里很闹。对。高了，你喊闹也不一样了，就是刚刚讲的。毛骨悚然的类型。对，那个里哈闹是哪边的话啊？应该也是跟这个。他其实我们查字典呢，里哈闹跟里和闹哈是同样的意思啦，他们可能是方言的问题。可能是方言的关系那个。因为他那边蔡中涵的字典是他两个字是一样的。是你看到我们来查，你看蔡中涵的字典里面呢，如果你打这个那个，我们用它的字根，他怎么把这个当字根？好，你看哦，蔡中涵的字典里面这个里和闹哦，你看相同的意思就是这个里哈闹，有没有发现？里哈闹这两个字应该是方言的问题，差一个 E 一个 A。但是巴里和闹是那个巨高症没有错嘛，对不对？对，巴里和闹是巨高症。好，我们回到那个惊讶哈，因为这个是害怕的，这是恐惧的词汇哈。我们回到那个惊讶有没有？啥咿呀？有没有喉塞音？没有哈。SAYA。啥咿呀是步步惊魂吗？咿呀，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哦。啥呀？老师，我这样拼对不对啊？咿呀，有拼对吗？我看看在哪里，你拼在哪里？啥咿呀？YA 了。YA 啥咿呀，不是有 I 的音吗？咿呀这样子。是要有 I 了。如果是 YA 的话，啥咿呀这样。我说那个一不要是不是？
我看看有没有，好像没有这个字呢。那个一样 ，SAYAYA， Masaya， 好像没有这个字。那你找这个SAYA。啊，我打错了，我先打前面哦，它如果后面有的话会跑出来。呀，你看它没有，它后面没有出来，表示没有这个字了。不是小哇啦哇啦吗？小哇啦哇啦不是摇来摇去吗？我看到一个啊，不一样，不是那个沙一赛不一样。对呀，不一样，上这个有一点就是刚刚那个好像步步惊魂的那个阿里讲的没有关系，老师，我们把你的打上去哦。他也是恐惧的。啊，也是恐惧哦。也是恐惧的。我们怎么跑到恐惧了？好，老师，我先暂时这样拼哦，一呀，我先拼成步步惊魂，我们保留这个字啊。那个你讲的话不一定字典会有，有时候字典会没有。我们把它拉到那个恐惧的词汇哦。老师，你要不要造个句子？一呀，要怎么造句？Zakat rautuna tu'un saya sekufalu tu aku。哦，一古法鲁做阿布这样子，我的心就感觉到很恐惧，这样。跳动的很快，意思吗？心脏跳得很快是。那个啊，马里盖老师问你，我们会不会说傻一呀傻？会不会这样讲话？不会。哦，不会哈 ，OK。不会。好，我们还是要回到惊讶，然后那个一直跑到恐惧。对啊。还是已经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哈？大家讲话哦，各位同学。应该是太难了。好，不然老师我们等一下想到再回来啦，因为这样子大家可能已经差不多了，想不到了。我们往下面这个。好的。mantu。Matuputuku。等一下，我这个贴错地方了。好，那小白老师，我们现在8点那个13分要休息吗？没有差吧？继续讨论嘛。你要有人要尿尿的，自动哈，自己去尿尿哈。好，多喝水哦。我们那个主持人觉得我们讨论的太好了，我们就继续哈。好，那老师我们就往下哈。厌恶的话，应该是你刚讲错了，应该是厌恶了。厌恶的字差不多了，我们再往下哈。羞耻。羞耻啊。害羞，我们最常讲的嘛，对不对？蒙住。对呀。蒙住。兀术就是害羞的意思嘛，这个我们常常讲哦。不好意思，害羞也可以。害羞讲害臊，害羞。也有尊敬的意思嘛，哈。尊敬这边的话，我论就除非去侍奉那个老人家的时候，你一定要尊敬一点的意思啊。对。我论我们大灾这样。对。
我说还有什么？无数它本身有很多的意思嘛，对不对？对。然后，比如说在家里请客人吃饭的时候，会交代那个小孩子啊，干嘛我录，我录过哪方这样。哦，对，对客人尊敬一点，这样。OK，对。我说还有什么？也可以这样讲哦，刚乌杜恩古马杜阿塞这样子哦，要加嘎，刚乌杜恩古马杜阿塞。OK， 谢谢秀兰老师哈。如果我们同一个字根的话，我们就保留一个字就可以了。秀兰老师，你看看你想有没有别的字根哦，就是无数以外的字根都可以。好。对，同一个字根我们写一个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哈？老师，还有什么？如果我们那个什么，就是说那个什么衣服脱光光，不小心被人家看到，用哪个字啊？也是呢，刚我录完了。也是一样哦，也是无数这个字哦，没有别的字哦。凯米，现在是害羞哦，羞耻相关的词汇。哎呀 ，glot 有吗？哎，没有。glot 就是内向，应该是吧？看你怎么拼啊？怎么拼 ？KODOT glot A 哈？对，1 glot 这个字我看不到在哪里。哦，对，还有一个 T 哈 T，哎，没有这个字呢。没有这个字。有没有喉塞音之类的 ？Maglot 也是，就是比害羞还要害羞，就木讷嘛，内向。哦，内向哦，对，这个有没有听过 ？Maglot gunawawa， 这个在基要ayaw no kapulungan这样子。有没有其他部落有一样的用法？因为我查字典查不到这个字呢。glot 还是 glot， 应该是 glot， 我们那边叫 glot，DOT 没错嘛。对，如果是用 U 呢，还是已经是？他这边没有 U 了，他这个蔡中华的字都是用 O。glot， 对 ，maglot gunawawa 这样子。没关系，阿力克老师，我把你这个字把它写起来，不一定字典有啊。在Pihakatia都 Magno Niara 这样子。读来，太内向了。阿力克，我把这个字把它翻成极度内向，可以吗？也可以，就是害羞的妹妹。内向，害羞，内向，害羞了。对了，木讷。跟木讷一样的，的木啊，对嘛，的木，哎呀不爱讲话。的木 ，TEMOY， 的木。马德木。哦，这个字哈，好，马德木。哎，老师，你们不要把那个不要把那个意思搞错，是修辞哦。可能木讷跟修辞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意思呢。对，就是因为他修辞，他才会木讷啊。不能那个间接了，要直接了，直接的关系。修辞就比较像是那个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木讷好像是那个感觉，我有点像是他的性格呢，跟修辞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哦。对，你看那个寡言木讷，这个感觉是个性呢，这个好像不是他的修辞的感觉。修辞比较像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小朋友没有，就是可能在外面不小心那个尿裤子被人家笑，有没有？然后在那边哭啊，有羞耻心那种，感觉到
很羞耻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跟你们刚刚讲那个木讷可能比较不像。还有什么？各位同学，稍微等一下，换一换。小白老师，我问你如果就是说爸爸妈妈就是说不小心有一些那个，比如说亲亲手、亲亲嘴，然后被小朋友看到的时候不好意思，也是用马武术也是用这个字吗？对啊，武术啊，好像都通用呢。对啊，武术啊，加什么啦？大部分在部落里边的话都说别人都在讲我们的家港务安，所以我们要加强这样。港务术，对啊，老师一样，那个武术一样的字根嘛，港务术，港务术，或是说叫自己的小孩子，港务术难啦，我平安这样，叫稍微内敛一点啊。就是你行为内敛一点，对，不要那么乖张这样所以这个修辞，阿美族比较没有羞耻心的意思很少，好像比较少这个。那老师脸红怎么讲？脸红，脸红，脸红会不会就是说这个？就是他可能看到女生脸红啊，他怎么讲？脸红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描述方式？脸红了这样，那他脸红了啦，他喜欢那个女生呐。我们会讲说，如果是脸红，老人家会讲说“沙巴特鼻心”这样子，脸热热的。直接用描述的。对，沙巴特鼻心。所以就他没有一个单字在讲脸红嘛，就是只能用描述的方式叫。对，沙巴特真的这样。我看到小白老师沙巴特鼻心啊，姑脸红。小白老师脸红，我倒是没看过，因为他很白啊。难得。会不会是一言又止的意思？马里根老师，你刚说什么？马里根老师，你刚说什么？不止，欲言又止。可以这个怎么讲？怎么讲？想要说又不敢说，这样。有单字，有没有词汇可以直接有这个意思的？米萨扎会不会是这样讲？米萨扎，欲言又止，也是羞耻的意思吧？米萨扎。是应该是想要又不要是吗？对，欲言又止，对哈，欲言又止。你们看我拼的对不对？有没有拼错？依稀，依稀你放在哪里？左边这边。没有那个喉舌音呢？没有喉舌音我把它移掉。对，这样米，你这样一个米，刚刚会不会出现？米这这样就对了。欲言又止。完整的你加看看有没有？加跟没加都没有，没关系，我们把它保留有时候字典不一定查得到。
好，老师，你说这个米萨这中文怎么翻？想要欲言又止，就是刚刚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台语叫做什么？什么爱家？什么？给什么？讲要不给谁的了？啊，对对对，那个中文怎么样最贴近那个用国语讲的话？想要欲言又止哦，欲言又止呢，就欲言又止。用这个了。假装嘛，很假，欲言又止可以，假装对，想要又不假想要装嘛，哎呀，对，很假装这样啊，对对，很假啦。所以这个老师你这个可不可以造个句子？这个常常怎么用？就是说，我对某个女生欲言又止，是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们去朋友家吃饭，对不对？啊，结果那个朋友那边说吃饭咯，这样啊，结果想要又不想要，又不敢这样啊。哦，就那边俺个啥这样，又假装吃饱了啊，还是怎么，就不好意思啊，就这样啊。在那就是就是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啦。他很想，但是他又不敢，就是这样子。这样讲了哈，这样讲了，又给谁的这个意思哦。对啊，比如说我叫那个光宗老师，哎，进来吃饭啦，这样，然后呢，啊，不用了，结果他回答我说不用了，啊，哦，没事，这样就会讲说，那么这样，那如果说如果我对那个如果有人欲言又止说阿嘎比这样对吗？对，可以，不要装了这样。开明，是我找到了呢。刚刚那个蔡宗涵的那课本里面是没有，它是弱化了，没有个你打一下，它是没有一啊，它弱化了。这样子吗？有吗？没有呢，也没有。你是查他的字典还是？对。对啊，我把一去掉的话还是没有。没有关系，阿力克老师，你只要确定有这个字就好了，没关系，因为字典它有时候很多字都没有。算我们创新的啦。没有啦，他这个字是有啦。阿力克老师是说那个蔡宗涵有字典是那个一，他没有标出来，变成是 KDOT 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啦。我们的修辞很少呢。阿美族是开朗又大方哦，比较不会做害羞的事情。应该还是有的。像那个还没那个脸上不悦，那个可不可以？脸上不悦哈，那个应该是生气。生气的样子哦，不是害羞。搞不好你可以帮我们想那个生气的，你讲一下是什么字？愤怒的。好，来，搞不好。他原来的那个生词是mutavur，我看一下有没有。哦，没有哦。我把你这个加进去哈。mutavur，NGO。哦 ，NGO， mutavur。哦，我看到了。TEFUL，FUL。没关系，老师，我这个蔡宗涵他没有 U， 他都是 O， 是不是这个字？对不对哈？对，就这样。mutavur，所以他的那个
有一个字叫做玛莎姆德夫，有这个话嘛，对不对？对对对，就是OK 表情啊，表情方面。对对对，老师你讲的没错，这边是撅着嘴，对不对？生气。对对，生气。OK， 好，把这个加进去。你们想到那个别的是很多啦，那个修辞很难想，因为那个我们比较少用。海绵老师，是，我对那个圣经里面看到个圣嘛，个圣。老师等我一下哦，我马上哈。那个马里克老师，你是说圣经里面讲什么？是羞耻的字吗？有点羞愧的意思。羞愧可以啊，羞愧好怎么拼？个圣 K E S E M， 马格圣是这个字吗？对对。所以圣经的意思是说感到后悔、悔恨的意思吗？对，羞愧的意思。OK， 这个应该有一点羞耻，就是有那种感觉，因为感到羞耻的悔恨嘛，是有这个意思哈。这个是妈，所以老师你们一般是用妈来用哈，马格圣对不对？对。老师，那你要不要造个句子？这个怎么？马克森古法做那么过啊，你说哎呀，都高啊。所以面对上帝，我感觉到很羞愧嘛，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他这个带有一种就是说惭愧的意思，对不对？没有错啊，对呀，要这样讲。还是害羞？害羞不太没有那个不直接的这个意思，羞愧会比较恰当的。对对，他感觉对有一点羞愧哈，对对对，没有错，羞愧了。他因为你是跟神在忏悔嘛，对不对？会感到羞愧，你可能有做坏事啊，那个意思嘛。没有错。马格圣，对。终于有这个字，我感觉蛮深的。如果说一个小姐在洗澡啊，被别人看到的时候啊，那个小姐她的感觉就会马克思嘛，会有一点伤心啊。这个也可以这样讲，对，也可以哈。我懂了。对，那所以他就对羞愧是很接近的，对对对。古代的女人如果被看到身体都要嫁给人家，他们会羞愧啊。对对对。马克思只能用那个伤心的那个，哎呀，可以啦。马克思就羞愧嘛，比较贴近。没有错。如果说马拉鲁呢，也可以，就是难过，是不是？悲伤。是。拉路亚是有我们那个在那个悲伤的字眼哦。悲伤。悲伤的话，老师你讲的是不是这个字？你看一下那个题目。什么？不是第三个。马拉鲁是你讲的是这个吗？有，哎，对有。这个是属于那个悲伤的词汇啦。它不是属于脸上的哈。好。它不是那个羞愧的，不应该是说那个怎么样？那个什么羞耻的词汇，感到羞耻的那一类的。老师，你就要联想和脸红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害羞这一类的。我刚打的字跑去哪了？放错地方了，在这边。羞愧。好，还有吗？我们的修辞终于凑出4个了，还有没有？马克思是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哈，还有一个那个，他也是属于
怎么讲？比较羞怯型的了，羞怯型。羞怯它是不是属于怎么讲？怎么讲？妈安，妈妈不行的老师。妈安来，妈那个啦。马达嘎。达嘎看看。马达嘎。真的，我有听过这个马达嘎。马达嘎是陌生吗？马达嘎。马达嘎是陌生的意思，也是有一点羞怯，老师，我有没有听对？马达嘎哈，我看H 啊 H 加一个这样生疏陌生不习惯，对，陌生了马达嘎。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中文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讲的羞耻有直接的关联性吗？有羞怯的意思吗？羞怯。老师，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对整个环境感到很会有一点害怕、害羞的感觉。害羞的感觉嘛，羞怯嘛。有这个意思吗？有这个意思吗？对，大概对。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对这个环境会有一点羞怯的感觉，是不是？对。其他的老师也觉得这样子描述 OK 吗？很像比较没有那个。它是放在羞耻吗？那个马达嘎，我觉得。对，我现在就是想要跟大家确认，马达嘎是不是要放在羞耻，还是放在其他的情绪的表现？他是生疏呢，不习惯。对，生疏，他不是跟那个害羞没有关系，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对，我们把它归类一下，陌生，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跟哪个比较，它跟那个恐惧是不是比较有关系？应该有，因为那个陌生的地方嘛，打开，所以就会怕怕的啊。所以是不是比较像恐惧的？对，那边可以。好，那我们把它拉到那边因为羞怯也不能用国语的那个字去修饰啊。羞怯就害羞就蒙糊就好了。对，我的盲目不用也算吗？羞辱也算，羞辱怎么讲？羞辱可是我们的羞辱叫米巴勒是吗？米巴勒斯，米巴勒斯。你先打，等一下我在那个。米巴勒斯，对。对了，米巴勒斯。B 还是 L？ Plus 对了 ，P-E-L P-E-L 它这个是压碎呢。Plus 有一点是像那个 Plus 的话，就是讲话很不客气的唾弃他啦，羞辱了。有一点。那这个本身没有害羞的意思，这个感觉是说我对另外一个人展现那种极尽羞辱他的一个动作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应该不是，这个不是情绪，这个是一个行为啦。对，所以它比较不像是那个羞耻的。羞辱的部分，鲁克斯刚刚讲的，鲁克斯，对了。L-O-K 鲁克斯，鲁克斯，这个是不是被诽谤？这个，对，被嘲笑这个，有一点羞辱，被羞辱的类似，被欺骗，是哈，对，我看一下，它这个有呢，这边有，你看，它这边有那个 B， 用 B 的话 ，B
嘲笑的、诽谤的。所以老师，你们用 malugus， 就是说他有那种被骗的时候，感觉到很羞的感觉，是不是？是。有那个意思吗？就是malugus有那种，比如说我被骗了，我怎么被这种人骗这样子？有一点是，如果是有一点嘲笑的意思呢，被嘲笑这样。对啊，他这个有，他这个有这个意思。对啊。那被嘲笑，他是有那种吗？就是感觉到很羞愧的感觉吗？当然会啊。所以老师，你们用这个字的时候，会带有一点，就是说会有一种羞耻感，是不是？是啊，你看啊，这样，那我是不是会就感觉很羞愧、很羞辱、被羞辱的感觉？所以这个字就是有被羞辱的意味，对不对？对。老师，我是希望是不要有间接的感觉，是有直接的感觉嘛，对不对？诽谤，他这边也有诽谤的意思哦。对，好，那这个应该有一点了，因为他这个应该就是老师讲，就是如果有人说那个你偷我家钱哦，他就会有生气嘛，好像被羞辱的感觉，对不对？用马鲁克斯对可以哈。马鲁克斯，对，我被羞辱嘛，马鲁克斯，没错。我觉得这个马鲁克斯就是有一点，怎么讲？比如说我开车没有遵守交通安全，对不对？结果那个交通警察会说：“你是老师呢，还不会看那个红绿灯哦？”这样被嘲笑的那个感觉啊。他说：“你身为老师没有以身作则，这样子你就被人家羞辱了。”对啊，对了，没有错，这个字就是有被羞辱就可以啊，这样子就有那种感觉了。有，因为被羞辱以后呢，那你是不是会我录一块录做？对。因为那在这个字义里面，应该是智慧里面算是蛮文录的部分嘛，哈。对。如果是 B 的话，比如 gus 就是瞧不起，是也是。对，刚刚讲这个，他就有点是嘲笑诽谤啊。对，如果是比如 gus 的话，比如 gus 一说到关，那就是你瞧不起我。对。对，他这个就有了，这个就是跟那个羞耻感就有嘲笑，对。老师，那我们往那个另外一个方向思考，刚刚好那个马里克老师提出那个被嘲笑，那我们往这个方向好不好？被嘲笑、被羞辱、被诽谤，有没有相关的字？我们往这个方向思考看看。被嘲笑、被羞辱、被诽谤，这样，你们可以想到相关的字吗？这个都应该就是有一点点跟羞耻感有一点感觉的。被羞辱。对啊，像老师可以有没有被嘲笑、被侮辱、被侮辱？马三三呢？被嘲笑，马三三。这个有。马三三。这个对哦，这个应该有。马三三被欺负，马三三就是被欺负嘛，被虐待、被欺凌。对啊。所以这个本身是带有一种羞辱的感觉，对不对？有。对。OK，那这个可以，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字了，有接近就把它放上去。谢呢？老师，等一下哈，我把这个打完。好，老师，你说你刚刚那个字是什么 ？PESI 不屑，不屑。T 吗 ？P 哦 OPQ P。哦，轻视有呢，这边有。哦，有。不屑就是轻视。老师，你要不要造个句子？这个怎么造句？不屑怎么造句？不屑。这里哦，达拉不屑，古说你了，意思，他的话已经到达了侮辱的程度了，是不是？古说你了，哦，达拉不屑就是达到侮辱的程度，是不是这个意思？对，达拉不屑，不屑，不屑，达拉不屑，达拉不屑，古说你了，你看。哦，他的话已经有点羞辱了，是不是？哈，没错哦。对。我们的不屑，我们那边的不屑是捏碎。对，捏破，捏碎。有，老师也有啊。上面你看，老师你看这个蔡宗涵的字典，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压碎。对。对啊。榨汁。对。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轻视的。哦。哎，这个字有看到那个刚刚马里盖老师讲的达拉不屑有没有被羞辱？哦，你看有哈。有。它算形容词嘛？哈，达拉不屑。对，达拉不屑对，这是应该是形容词，但是它这个应该算是，因为达拉是前缀嘛，它是到达的意思嘛，不屑是轻视，就是到达不屑，就是达到轻视的程度了，对啊。海林，我这边也有。好，老师你说。好，马萨巴纳被欺骗。哦，对，有。马萨巴纳。我真的不懂什么叫转型正义之用，就是说去看你。造一个句子的话，就是马萨巴纳尼拉嘎古，我被他欺骗。所以，秀兰老师，你讲这个欺骗，某种程度上会让当事人有羞耻感吗？羞耻感会不会有这种欺骗？只有欺骗而已。单纯就是受骗哦。对。对，没有那个羞耻感的感觉，就是我被骗的时候，我怎么那么笨，被这种人骗？没有这个意思哦。对，没有羞耻感。哦，那这个可能就是单纯他的意思是被骗了，所以没有羞耻感。那没关系，这个就没有了。对，尽量是那个词汇有带有一种侮辱性质、羞耻的感觉，或者是那个感到害羞，就是有这些意境的词汇，你们再想想看。马里嘎夫也是被欺。老师，你再念一遍。里嘎夫字根是里嘎夫 ，LIKAF， 马里嘎夫。哦，被欺辱，有，你看这个就有受欺辱的意思哦。马里嘎夫，哎啦。马里嘎夫，你那个哥就被欺负。老师，你讲这个马里嘎夫是他被欺负的过程中有感到强烈的羞耻感吗？有啊，就是他就是看不起他，就侮辱他。哦，老师，那我们以前早期原住民被汉人轻视的话，会用这个字吗？对，没有错，没有吗？对，会不会？有，会哈，那就有了。对，马里嘎。
Maligaf 努白兰果阿米斯讲。那如果是那个在学校学长霸凌学弟妹，也是用这个字哈。Maligaf 应该算哦，霸凌也可以哈。有 inter 吗 ？inter 吗 ？inter 是过节吗？应该是过节。嫉妒吗？还是过节 inter 有啦，过节对。哦，过节哦。inter 怎么拼？inter 不是应该没有 G 吧？有吗？是记恨的哈，还有对 inter intel intel 对，这样子哦。inter 有一点深浅。怎么拼？有人 NGITEL 吗？NG 不要，NG 不要。intel 哦，我看到了，是这个字吗？对了，应该是怨恨，怨恨没有错。这个字好像没有那个修辞感。inter 这个好像纯粹是那个就是那个愤怒。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好像有呢。之前那个你们好像有讲呢，愤怒的部分嘛。我们看好像有呢，我记得有啊。不是，马德里印不是不一样。对。哎，没有呢，把它加进去。我先把它加进去。inter 互相仇视。对。有时候你们讲到，就是以前没有讲到，就可以补充进去了。所以这个我们是用咪还是妈？用咪哦，妈，对。对。这个是这个的程度是那个记仇，是不是？就是很憎恨的，是不是？很恨的感觉哦。对呀。还有那个，对，这边也可以讲嫉妒了。嫉妒也可以哈。对。圣经里面讲是嫉妒啊。嫉妒哦。憎恨、嫉妒。好。我们都会跑到以前的。好，老师，那我们就最后一个，我们那个修辞不好想哦，我们想最后一个了，叫做轻蔑。轻蔑有点瞧不起啦，就是那个，我们刚刚好像有一个瞧不起的。有一个。这个好像应该都是轻蔑。对。我们应该把这个移过来。我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分类没有那么精准，应该要把那个瞧不起要移到那个什么轻蔑那边。put 来，没有，我过 put 给转难，这样一点都没有用。不止。有效果用处嘛？我不这样没有用。没有用。就是这个话我常听的，可能这个要用去。好啊，我不真的对，一点都没有用了，这样听咩？我把上面的移下来。老师还有吗？你们想一下。老师，我们刚刚那个马阿浪是不是应该也是属于那个轻蔑的才对哦？有一点是那个马浪的是有一点那种的是怎么讲？不喜欢的小看吗？小看。
小看，对啊，所以它是不是应该是属于轻蔑的这个词汇？应该是哦，应该是。对，我们刚刚应该要把这个，对，应该是它应该是在下面的，对，阿浪应该在下面，唾弃，瞧不起。老师还有吗？轻蔑的、瞧不起、看不起，对啊，这些类似的讯息栏呢，我看一下。GM，老师你们有用这个字吗 ？GM 书写写的 GM 过，那么 GM 过把让。GM 过把让一的答案呢？对，有啊，有听过。GM 是那个芽，那个什么树的枝芽，那个小，对 ，GM。那老师，我如果把它翻成骑士，是不是很贴近骑士？GM 我不知道呢。还是说它不一定是骑士？对啊，骑士可以吗？就是我骑士那个像以前的汉人骑士原住民那个骑士，可以用这个字吗？很难呐，不一定哦。我觉得很难呢。所以它因为这个骑士而已哦。对，因为我知道的 GM 的话，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他的话题就插到另外一个 GM 多，我说你啦，这样，我不爱你啦，就这样，就是说他走另外一条了啦，插脚了。怎么？我懂你的，老师，我懂你的意思。什么？哎，那个怎么讲？骂过来。因为他讲的好像有一点话中有话那种的，来轻视吗？哦，我知道了，就是说你故意拐弯抹角的骂人了。对呀，GM 多啊。老师那个怎么讲？拐弯抹角骂人，你怎么讲？GM 都不爱你啦，就这样啊。那么长哦，没有单字哦。对，因为那个 GM 是那个树的，GM 是那个长芽。就是长出那个旁边的枝，长，那个是 GM，CI， 然后一个喉舌音在 IM，GM 不是 GM 呢，这个轻视是 GM， 那你长旁边那个枝芽叫 GM， 就像那个还有 GM 是那个，对啊，对，这个长出就长出芽，或者是长出旁枝啦，对不对？是，所以这个应该没有，对，没关系，就是说他可能用描述的可以啦，对，对啊，有可能。还有没有轻视的、瞧不起、看不起、看扁别人、贬低别人、看轻别人？羞辱别人有没有？老师，你们阿美族应该不太会做这种事啊。所以这个词汇应该那个也只有这样，把刚屋住好像可以哦，让他感觉到很哎呀，对，不好意思，好像这个把刚屋住，对，使人家羞愧嘛，对啊，没错。还有没有？还有吗？好，老师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哈。那个，我们下次再复习一遍。那个，今天其实是马里根老师当主持人了哈。那马里根老师，你帮我们收尾一下，下个礼拜就换那个小白老师当主持人。好，马里根老师请。رايح لكم kita ulung sisi soalnya terkait kita tu nagalutuan no tuas saka biarai ko pa so namaku
sa rumah satu hari sila tu hari ataku pa ini no sani yupayo ami parahci ami lungus tu saka ngai no tulas limita o kamangai saka pacar kita ajaran limita o sisi halangan ko Timaki limita o malitengay mato asay ami kamu tu hatinya maingini limita hatira sangain kutireng arai 还有一件事情，各位老师，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最近。